翻咗架2020年嘅 E 仔200嘅 AV 版。咁 AV 版係咩呢？最頂級版本啦。嗱，佢呢啲車就分幾個級數啦。有啲有皮位，有啲就冇皮位，膠座位。呢架 AV 版呢就最頂級，避震係最頂級。有皮位，多功能軚，大玻璃頂。咁呢就配呢個啞黑色塗木，咁唔會影響嗰個駕駛視線。咁所有啲輔助功能都齊晒㗎啦。睇睇先。盲點輔助啦，防碰撞剎車輔助嗰啲都齊晒㗎啦。360嘅泊車鏡頭。係啦，而家就係零手車主，行咗唔多㗎，1萬公里㗎咋。原廠行貨人夫車。好多客呢都中意黑色車身、黑色內籠，好似係特別有型咁。咁我哋再睇睇個車尾。呢架嚟講有埋踢腳尾冚。當你喺買咗嘢冇手撳掣嘅時間呢，呢個呢就最實用嘅。呢個設備呢就比較新啲年份呢啲車先開始有嘅。2020年 E200 AV 版，零手萬幾公里。黑色車身、黑色內籠，當年新車價50萬超過，而家18萬8就可以擁有啦，性價比高。有買就快啲落嚟揾我啦！黑色黑內籠呢，就真係唔係成日返到嘅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